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语音，下面进行拼读练习，跟我读该、凯、还、给、黑、高、考、号、狗、扣、猴。接着读干、看、喊、跟、肯、恨、岗、康、行、更、坑、横、共、空、红。好，下面进行变音练习，跟老师读看、干、口、狗、飞、黑、北。接着读刀、弹、疼、分、风、东、灯、道，这是声调不一样。看、砍、派、恨、胖、等、灯。好，同学看一下啊，这个人在说什么？这是谁？他在问这是谁？这个人回答这是陈老师。这是陈老师。好，这是陈老师。这里出现了翘舌音之、诗、吃。同学们接着看，他又问那是谁？那边走的人，那是谁？他回答那是郑老师。那是郑老师。好，这里也出现了翘舌音诗、之。是、郑、诗、是谁？
下面我们看一下翘舌音。翘舌音在声母当中很重要，而且很多同学发音都不准，所以我们再详细的学一下。同学们看看，知、吃、诗、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声母。这个是什么？怎么读？读一。这是声母还是韵母呢？在声母的后面，它是韵母。是什么韵母呢？我们学过的单音母里边的后一，舌头翘起来，发声部位在舌根知、吃、诗、日，所以这个叫后一。我们做一下练习，跟我读：扎、折、煮、制、柴、称、出、尺、烧、谁、手、是、染、扔、容、日。好，下面跟同学说一下微和温。我们首先看一下微。微自成音节的时候呢，这个小乌，我指一下自成音节的时候，这个小乌变成大乌，然后它成为一个音节成为一个音节，成为一个字。那么和其他声母拼在一起的时候，写成这样的微，写成这样的微，变成这样的微。比如特、微、推、的、微、堆、歌、微、归、科、微、亏。好，这是微。我们再看一下温。温的情况和微差不多。温它是一个韵母温是一个韵母，它自己成一个音节的时候，这个小乌变成了大乌，温问，老师问，他问我问。那和其他的声母拼在一起的时候，变成这样的温，是吧？乌、温。科温、坤、的温、敦、知温、尊、吃温、春。好，跟老师读：推、堆、归、亏、坤、敦、尊、春。这是微和温。下面我们看一看单韵母一、乌、吁的改写情况。首先看一下一，我们学过的韵母呀、耶、腰、焉、央、悠、庸。它们自成音节的时候怎么样啊？这个一，给同学指一下这个一变成了大
大写的一，是吧？呀，这个一变成了大写的一，以此类推，这些都是。这个时候和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时候一自成音节的时候，前面加一个大写的一，应也是加一个大写的一，音也是加一个大写的一啊，这个都一样。应一和一前面加一个大写的一，这个呢一直接变成大写的一。好，接着看乌，温，看温怎么样啊？也和这个情况一样，温自成音节的时候，小乌变成大乌，翁，小乌变成大乌，翁，弯，汪，歪，微。好，那乌自成音节的时候跟这个不一样，它怎么样啊？加了一个，前面加了一个乌，看前面加了一个乌，多出来一个乌。好，我们再看吁的情况是什么呢？跟上面的一和乌还有一点区别。吁自成音节的时候，前面多了一个大写的一，而且呢两个点怎么样啊？没了啊，两个点没了。吁也读吁，你看约多了一个大写的一，而且上面俩点怎么样？没有了。冤一样，晕也一样啊，同学记住这几个变化啊，一乌吁的改写情况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变音练习，跟老师读：哇，我，外，围，抓，活，甩，跪，弯，文，网，瓮，转，窗，顺。那同学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呢？哇，窝，歪，为自成音节的小乌变成了大乌，小乌变成了大乌。那前面有声母的时候，依然写成这个韵母哇、窝，是吧？歪，这是微。好，这个也是小乌变成了大乌。这里没有变化。好，接着看这个呢，是韵母一样，声母不一样。第一个龟、亏、吮、准、春、吞、落、
入，跟老师读指、尺、快、跨、完、王、坏、会、是、时，这是声调不一样。水、水、茶、差、猪、竹、人、任、我、我、说话、知道、迟到、上午、晚上，这是清音。认识，清音。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。同学想，中国的之，美国摸，日本日，韩国喝，都是大写的，因为这4个是国家的名字。下面同学看一下隔音符号。隔音符号，2个字，2个汉字在一起的时候，给2个汉字注音，后面汉字的音如果是啊、喔、开头的话，中间要用隔音符号。隔音符号写在哪儿呢？第一个音节的右上角，中间分隔开右上角。好，比如说饥饿，肚子饿了，很饿，这是2个字。如果没有隔音符号的话，就很容易就变成戒，1个字，是吧？第2个字的音节是由开头的，啊、喔、开头的时候用隔音符号。接着看，好，同学们读一下，西安，有隔音符号的时候读得很清楚，西安，这是第2个字的音是由啊开头的。如果没有这个隔音符号的话，就会变成鲜，变成鲜。再看一下第3个词，皮袄，皮袄有隔音符号。为什么用隔音符号呢？后面的这个袄是由啊开头的，所以一定要用隔音符号。皮袄2个字，如果没有隔音符号的话，就变成飘1个字。再看这个词，生偶，生偶，后面的这个偶字由喔开头，所以要用隔音符号，这样读起来很清楚。生偶，
如果没有隔音符号的，就变成深沟两个字啊，另外的两个字深沟。再看这个词名额，是吧？名额后面的这个额字开头音是所以需要用隔音符号。如果没有隔音符号的话，就变成民歌，就有变化了。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，后面的字开头音是也就是的时候，需要用隔音符号隔开，否则的话意思就变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绕口令是4和10，因为今天我们学了翘舌音知、吃、吃，一定要读准、读快，多练习。好，跟着老师读一遍。4和10，4是4，10是10，14是14，40是40。要想说对4，舌头碰牙齿；要想说对10，舌头别伸直。好，我们再读一下啊，快点读。4和10，4是4，10是10，14是14，40是40。要想说对4，舌头碰牙齿；要想说对10，舌头别伸直。好，同学们多练多读。这一周我们要学的诗是春晓，每周一首诗。春晓，孟浩然写的，作者是孟浩然。跟老师读：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。春晓，孟浩然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上到这儿，再见，同学们。